港跨境南昌旅遊專列正式開通 ，Trip Live 特別推介南昌性價比酒店——南昌海味大酒店藤王閣店。酒店位於南昌市青山湖畔，距離地鐵3號線步行約8分鐘，距離江南名樓藤王閣約20分鐘車程。高級大床房一晚包早餐，限時驚喜價低至582，送雙人藤王閣郵輪船票，免費行李寄送。南昌西站藤王閣影湖光豪華家庭房一晚包2大1小早餐，限時驚喜價低至741，送驚喜盲盒歡樂家庭下午茶，免費行李寄送。南昌西站適合親子家庭出遊，豪華湖景大床房大陽台2晚連住包早餐，限時驚喜價低至911，送大堂壩雙人下午茶，延至退房至下午3點，免費行李寄送。南昌西站住宿券到期未用自動退款，使用前亦可以隨時退款，記得 click 評論區 link 睇啦。